立法院进前有成立推广台语汉诗金秋的三有金社，这届也支持由民间团体所举办，公司台语台顶媒体协办的2021奖渭水台语汉诗金唱赛。第三日讲，立法院长游锡堃出席比赛的宣传记者会，伊嘛讲到，伫咧30年前推广这个保语的艰难，到当面对台语流失的危机，认为政府就要开始做一寡代志，互保语传承会当继续落去。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曾格林，金手东条后期诗人李尚温的诗，替台语汉诗金唱比赛宣传记者会起稿。这项比赛是民间发起，立法院甲文化部、教育部分任县政府来补助，包括公司台语台等等的媒体来协办。参加记者会，立法院长游锡堃嘛表达对台语严重流失的感慨，嘛讲到30年前主张解放本土语言初期的一段故事。我1990的时阵，我会记，我6月26，县政府一张公文，互各下学解放本土语言。第二，搁落迄个9月开学的时阵，竟然搁还有人发蛙跳200。打一个囡仔，互跳200，县长的囝。游锡堃讲到过去推展保语的困境，嘛表示即马台语面临正大的危机，若无搁拍拼，恐惊会愈来愈歹，所以就要开始做一寡代志。伊嘛表示，即摆的比赛开放资格对国中3年仔到高中，上主要是希望参加的学生通使用台语金唱学校内底学到的唐诗宋词。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家字，所以咱念一遍，吼。第二部分就是你的声韵，第三部分就是你的仪容，哦，服装仪容啦吼，你的仪容啊，甲你的台风。洪世博表示，会针对这几个标准来评分。比赛对5月初3到7月30来受理报名。初赛开放学生录影片，主办单位会先选出30名参加伫婚林3首园的复赛，20名进入10月初2伫公司台语台录影的决赛。10月中伫立法院公布得奖者，奖金上悬20万。记者陈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